伞超过40年的李明志，堪称台湾精品伞代工的霸主。设在大陆深圳的厂房，供应链专业分工，300名员工，产量满载。与一般大陆厂最大的不同，就是靠手工缝制时尚款的晴雨伞。你缝一只伞一天如果是缝60只，你要拉1万次。Anna Sui、YSL、Celine、Burberry 等一线精品，动辄好几千上万元的名牌伞，几乎多数出自这里。第一个品牌的时候，我去找他，找了10几次哦，我去家抠门了，他不见了。可是透过日本商社那个社长介绍了，然后见了5次才见到他们那个设计总监。多亏10几年前毛遂自荐，开启李明志从传统制伞转型的大门。考验的关卡却紧接着来。那这个最困难就是这一支，我被他退了21次。为了品牌名称的绣线线条，英国业者用放大镜比对，不断退货。李明志要求生产线把要求当作自我提升的一次功课，不能被考倒。客户就嫌东嫌西，那个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好，客户自尊，他是对产品是无人性的要求。我想我是一个体神附嘎子。做一个异业的结合，然后来行销这个市场。提升附加价值，就是提升伞的附加价值。对，对不对？都得可以轻松提。对，可以开辟新商机。对。他回想20年来，在大陆的台湾雨伞同业，多数被价格竞争打垮，急速萎缩。而当时面对挑战，迎接或排拒，选择的态度不同，结果真的天差地远。那时候我如果没有这样转，真的现在可能就把话框上瞪个台湾。被拒绝21次，你还有勇气吗？李明志面对挫折越挫越勇，而在细节里磨出坚持，正是他成功的生存之道。提升附加价值，做得開闢新商機。提升附加價值，做得開闢新商機。